同一個天空，不同嘅空間，一群互不相識嘅基督徒，卻領受着相同嘅異象，一同成就神喺癌症病患者身上嘅美意。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簡稱基督教癌聯，於2010年6月正式成立。我哋嘅異象係透過教會嘅關懷，同埋喺教會嘅生活，讓癌病患者同佢哋嘅家人認識及接受主耶穌嘅愛，使佢哋喺心靈上得支持及醫治，藉着對神嘅信靠，使佢哋得豐盛生命。另一方面，我哋亦致力喺各教會推廣及支援癌症關懷嘅工作同事工發展，作為一道橋樑，將癌病患者與香港基督教各教會聯繫起嚟，喺服侍中持守聖經嘅真理，同時竭力保守信徒之間合一見證。喺基督教癌聯正式成立之前，第一城浸信會嘅馮英群姊妹同埋宣道會藍田堂嘅陳偉義弟兄因患上癌症嘅緣故，佢哋深感病人喺患病及治療上所面對嘅困難與壓力，而呢份壓力同無助，唯有認識上帝並且倚靠神嘅大能同埋幫助先能夠勝過。於是佢哋就喺教會開設咗多家服侍小組以及福音團契，目的就係透過信仰嘅力量以及同路人嘅同行，與病友一齊分享代禱，從而發展出互動嘅關顧形式，更有效建立癌症病人嘅生命。與此同時，神亦感動伍如敬博士同埋呂慧欣博士伉儷，以及沙田區醫院院牧事工喺2009年初合辦癌友關懷夥伴計劃，支援教會進行癌關服侍。從嗰時開始，多家小組、福音團契以及癌友關懷夥伴計劃就連結起嚟，一齊交流、摸索、支持同埋服侍病患者以及佢哋嘅家人。及後，偉義弟兄有感社會上嘅癌症病人不斷增多，如果只得少數教會開設癌關小組或者癌關團契嘅話，呢啲小組係唔能夠承受咁龐大嘅需要。於是喺2009年底，偉義邀請陳一華牧師一齊號召幾間開展咗癌關事工嘅教會舉辦癌關事工交流會，而今次嘅交流會亦促成咗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籌備委員會嘅出現。當時籌委會成員分別有曾永恒醫生、陳一華牧師、多家小組嘅馮英群姊妹、李淑儀姊妹、福音團契嘅陳偉義弟兄、尚佩冰姑娘、許淑卿姊妹、余丹妮姊妹、沙田區醫院院外癌關事工嘅伍如敬博士、伍呂慧欣博士、周美蘭院牧、余慧儀院牧，以及播道會廣福堂嘅何慧芬姑娘。喺第一次會議之後，基督教癌聯就喺2010年6月以社團註冊形式正式成立，喺7月10日舉辦咗首次全港性專題講座有癌怎辦。同年9月至10月喺播道會廣福堂舉辦第一屆癌症關懷大使義工訓練課程。因着癌聯正式成立，2011年初，沙田區院牧部將轄下院外癌關事工嘅財政餘款、物資以及位於沙田浸信會小瀝源堂內癌關資源中心全數交由基督教癌聯管理。3月6日，宣道會藍田堂亦舉辦賣物會，為癌聯籌募經費。此外，為咗方便運作同埋發展，基督教癌聯喺2012年12月正式註冊為有限公司，並再度得到稅務局發出嘅慈善團體繳稅豁免。2009至2011年，基督教癌聯從零開始至穩定成立，過程雖然充滿挑戰與艱難，但神嘅恩典夠用。2011年9月4日，創會主席陳偉義弟兄安息主懷，由號召、籌備、推動以及成立癌聯嘅過程中，偉義盡心盡力、鍥而不捨、佢身體力行嘅精神，永遠長存喺我哋嘅心裏。基督教癌聯成立之後，不斷推動及發展不同嘅癌關事工。自2010年開始，我哋與不同教會合作，喺唔同嘅地區舉辦超過30多次嘅癌症關懷大使義工訓練課程、延伸課程以及進深課程。10幾年嚟，受訓人次接近2000人。另外，為咗支援教會做癌關服侍，我哋亦定期舉行癌關教會實踐分享會，讓教會有平台作癌關事工嘅交流分享。因着科技嘅發達，醫療制度及醫藥推陳出新嘅轉變，日新月異嘅癌關資訊不斷在坊間出現。面對呢啲資訊，義工及服侍者都感到無所適從。因此，我哋亦肩負起以客觀、中立同全面嘅態度，搜集資料、
整理分析資訊嘅角色，並且整合信息後與癌關服侍者分享。就好似過去我哋曾為教牧舉辦過了解北上醫療分享會，從不同持份者嘅分享，提供多角度觀點，回應教牧同工對癌症病患者北上購藥嘅需要同疑慮，務求讓教牧同工喺接觸新資訊上能有多角度認知，以致在關懷牧養上能更適切及更有效用地服侍。隨着社區上癌症病患者日益增多，廣大嘅禾場需要更多教會一同承擔同服侍。感謝神，雖然推動及發展嘅過程並不容易，但感恩直至現在，全港共有35間教會開設癌關小組服侍社區病友，當中亦有教會生力軍響應，加入癌關團隊嘅服侍。自基督教癌聯成立開始，我哋每年都舉辦唔同嘅講座，當中涵括醫療、靈性、情緒、關顧等唔同嘅主題方向，藉此讓更多教會及信徒認識、參與癌症病人關懷嘅服侍，了解如何持續關顧癌症病人。隨着社交網絡媒體嘅發達，癌聯定期舉辦網上專題講座。網上講座不但服侍到香港嘅朋友，更能接觸到世界各地不同嘅人士，讓癌關資訊傳達得更遠更廣。除咗義工訓練、發展癌關教會事工及舉辦全港性嘅講座外，基督教癌聯喺出版事工上亦不遺餘力。我哋除咗定期出版癌聯通訊，分享各癌關小組嘅活動同埋資料外，亦有專文或見證與讀者分享。此外，我哋亦出版咗《與心共鳴生命見證集》、教會建立癌關事工指引、癌症療程手冊及癌症病人靈修讀物、日月恩言、當軟弱遇上靈藥等刊物供教會病友或家屬免費使用。蒙上帝嘅恩典，基督教癌聯從2010年成立至今，能夠發展出不同嘅癌關事工。但係我哋不能忘記嘅，就係在呢10幾年間，神興起不少主內嘅抗癌勇士同我哋並肩作戰，同奔天路。呢班勇士喺患病期間堅心倚靠上帝，在高低跌宕嘅處境中，仍然不斷地付出。佢哋用自己軟弱嘅生命，緊緊陪伴在癌病中受煎熬嘅朋友。佢哋探訪病友，與病友分享、代禱，帶領佢哋認識耶穌基督，讓病友能夠因為認識主而得到豐盛嘅生命。呢班勇士用生命影響生命，祝福咗無數嘅病友。不但如此，佢哋亦成為癌聯及一眾義工嘅鼓勵。今日佢哋雖然已經離開咗我哋，但就如聖經希伯來書11章4節下所講，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在說話。感謝神過去15年帶領基督教癌聯從無到有，從艱巨嘅開荒中步入不斷發展及不斷成長嘅階段。在未來嘅日子，面對癌症病人劇增、病人身心靈不同嘅需要，以及醫藥不斷進步嘅時代，我哋在推動癌關工作上仍面對不同嘅挑戰與困難。然而喺下一里程中，我哋仍要緊靠賜癌聯異象嘅神，讓我哋繼續明白佢嘅心意，在不同嘅困難中迎難而上。正如使徒保羅喺腓立比書4章13至14節所講，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